今天开始就不是朋友了。对，只要出去就是朋友了。出去就是啊，现在不是了，我们这边气势有点强。你啊，走在门吗？走在这里边系冰水啊，冰水啊，这种冰的是系冰的，摸冰。摸背，哦，摸冰。多向上，对啊，好嫩，这个18，好扎实，而且好甜哦。等下猪油到底马沙破的，改头搞到用油，伊无用冻呛。金毛蛋係激動咗。哦，金毛蛋食呢啊！你小心頭走去個時窗，先過來先過去啦，先到兩地咧。选老公都没选那么久哦。我们趴上都煮10几道菜。你几道三英雄阿姨啊？係飯桌咧吧，你係花生吧？肉皮要 Q 蝦煮好料。懂咧，問應該厲害咧。熱天係冷水啦。唔出咩動腔啊？係哦，真緊哦。係哦。真嘅有發現到冇？呀，新嘅幾年所有嘅潛水炸，真嘅係一個比一個還較厲害。哎，真緊哦，又相信主持你有導播講卡意係，哎，我馬上續盤。真的，所以都被都打包被分光光。係哦。其實呢，家到哦，真嘅同用心嘅味料來比賽，研發也就新嘅菜式。故說今日嘅節目叫師傅呢有看頭哦。好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你代飯城小戴師傅。你好，歡迎小戴師傅，還有分享富裕窮人道嘅新奇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歡迎。馬上來分享到潛水炸嘅就對好朋友、老朋友嘅哈。先來分享到你夫妻係來自台北信義區的姐妹檔，分享到魏怡如以及魏旭玲姐姐，歡迎。兩位阿姐組合，而家係風色，而家係唱色哦。對。你看一下攬出嚟一片，類似突然兩灘嘅表姊妹，記得係青葉貴酒保用。歡迎。太巧了。係風色到唱色。真的你用好嗎？來，這個手勢是選里長的手勢呢。歡迎。來，哇，馬上帶了好料一搶太假。是因為有人特別會做紅豆餅。喲，係，那你年份呢？我做10多年嘞。哎呀，啊，地圖個皮吼當 Q，賣幾多年呢？哎，10多年。啊，那個皮很 Q 哦，然後不會很甜，吃了不會膩。唔會它芋頭餡很讚啊！讚哦。它要貴1顆的，它要整顆的。整顆的，對，整顆的，一顆一顆裡面。好好吃哦！好吃。謝謝。哎呀，他退休哎，冇賣哎。哎，現在已經退休了。為什麼？退休了，老了呀。我動火線呢？哎，動火線下班啊，張台都不認得啊。哦，遊山玩水去了哈。可以看到，我們今天應該是怡如姐當主廚吧？應該。旭玲姐走。旭玲姐她是公務人員退休。對。她你做料理有一個標準是什麼標準？就是不要太嚴格。那就係冇標準的。沒有啦，旭玲姐，她不喜歡外食，我們都不喜歡外食啦，所以我們都自己煮。哦，兩姊妹倆和窮下帶嗎？沒有，她住台北，我住板橋。哇，都是重鎮區呢。爸爸媽媽都係客家人嗎？哎，然後媽媽是閩南人，爸爸是你們同個爸爸媽媽嗎？媽媽同樣是同樣是媽媽係客家人，哎，媽媽客家人。媽媽那道邊係客家人。花蓮苗栗咧？玉里啊。後來去住在竹南，後來對啊，你看我是不是猜到中南？我算是蠻會算的。對，還蠻會算的。哦，看下攬出嚟一片，沒有好食的。哦，是的喲。那小改它。米粉炒上幾十年啦，就董熊哎。等一下，哎，他很厲害哎。他家西龍是知名米粉品牌的老闆。所以你本身來做，你要蛇龍係挑架，那你們家就是一條龍呢。講下吧，我是要做米粉的啦。哦，係來嘟好，今日係做米粉。佢都做米粉，佢可能就開解做個方面嘅東西料係係愛人去做嘅啦。啊，像個風蔥頭啊，嚇係愛白畚箕嘅啦。到今用嘛白箕了，腐敗打廣告打到當好嘅啦。當好食。大家食落去米粉冇強壯嗬。而且人家煮油拍起來白嘅嗬。一個邊嘅面米嘅哦，冇藍粉嘅米粉嗰種嘅啊。100%無添加。係。哇，只添加米嘅。哎，糖講還有到
世界红哦，海外做料理本大家学，各个展览都用呢个亚国卡嘅米粉。有。哇，讲到冻沙皮哈。系啊，很厉害哦。很做得啦，今年南港快食品展还没有去啊。哎呦，我有去啊，还没有去啊，上面而且是人家受邀的。不是啊，受邀的不是，没有那工厂系来请妹的，哈。啊，记个就系唔爱去讲个从头做，去到会做好那去，现场不允许，讲袂系啦。你公落去吼，等一下红队很紧张呢。我们会再次复你那个那么厉害的，结果今年韩文都会比水，你这个已经师傅等级了。我们可以决定把红豆饼重新开张了。好，你那个饼呀，都在黑米粉厉害，也红豆饼厉害。不过你们有一点尴尬，因为你们月季姐老安利来红队哈，20-30年的肉陪油。我们20-30年老朋友，那下手真的要快呢。那有讲好会慢营养吗？慢营养卡好，谁赢比较好？对啊。讨论的结果没按好，太赶没有养啊，对吗？没有再分，那从今天开始就不是朋友喽。哦，对，不是，是今天不是，但明天还可以。他说对，今天就是朋友，就是朋友了。出去的是啊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不是。我们这边气势有点强。没事，我不应该挑起这个话题。好，不管怎样都是一家之主，好不好？对，一家之主。那 Andy 就选了 PK 赛喽。向前变看啊！第一关我用神奇嘅方式来考验两厨料理嘅基本功有几深，还有对食材嘅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屋企人之间嘅团结合作，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今日 Andy 要來挑戰無腔嘅遊戲了。係哦，乜解咧？第6季以來哦，第一擺出現就係考驗大家對食材，也係對料理，你就幾了解這個分辨能力。哈，係哦，懂得哪意思？葱哎，那酸哎，會不會分錯這樣子？我常分錯呢，我知道。但是 Andy 等一下哈，我就看鏡頭哦，我們鏡頭前面會有個大熒幕，對，在熒幕上面呢，我就夢想用個食材啊，也係料理啊，它的局部圖片，兩組會根據這個圖片來搶答。搶答意思就係講，我們面條前了解亮亮，那些學到嘅人是做得回答，好，但是冇學到嘅人就會等到另外一組答錯之後才可以獲得答題權。而且最重要是主持人要加入到遊戲地位度。冇問題，你不能打到我手，打到我手就算我得分。我先講會哦，那就我先得分。不行哦，我就告你。但是題目啊，總共有15題，15題看哪一組隊伍得到最多題的，該組是做得到1分。讓冇問題，剛剛我們先來分棒次好不好？好，那誰要第一棒？我第一棒，我示範好不好？好，第一棒。那寶龍姐，你做第3改。好，要不然你怎麼跳講哦？好。哎，不過師傅講真嘅呢，會等一下是綠色的比較多，還是彩色比較多？冇聽錯哦。葷的比較多，還是素的比較多？啱啲呢，考驗下題目咧，好，等下呢準備好咧哦，那就來出呢個第一道題目了。好，緊張了。好，請看。你打到我了。冬瓜。答對了。耶！哦，不要打姐姐哦。好，來嘍，看題目哦。好，下一題。馬蓋。那個豬頭皮。豬腸 ，yes。這個怎麼會是豬頭皮？馬蓋豬腸，馬蓋料理。台腸，馬蓋料理。薑絲炒台腸。現在旁邊不能講。好，薑絲炒台蔥，炒。好，下一題。好，下一題，總共15題哦。好，下一題。破，手準備，上去。白雪公主。該種係什麼意啊？來，咱推3、2、1。我看不到。等一下，白雪公主會答不出來了就問我們了。我講出來，幫推。好，蘋果。好，出嚟。哦，下一題。好，準備好了，下一題。等一下。哇，你沒有按到。好了，給你一題，你要先猜對，你要更難哦，這很難哦。這個是什麼嗎？乾辣椒。你。哦，螃蟹。沒。好，滾來。換藍隊。做得炒嘅鳳梨嘅。我知道。糯米。答對了。這個是蒙尼。這是蒙尼。
眼镜。答对，换了。好，下一题，抢空题目。手背到后面，每个开始。好，那你先讲，你先讲。那个花莲最有名的60担山上面有的金针，你还要讲完整。金针什么？金针花。哦，答对嘞。恭喜！哦，好，下一题。泡。嗰種係檸檬。妹，泡。干嘛个？巨人吃的那个攀藤的。那个什么果实？等一下，没有，你不要那个。单腿3、2、是攀藤，它会长藤蔓的。换红队。红队。这样换你们。你百香果。没，会有藤蔓的，里面很多籽汁的。好，你脸上会长什么？痘痘。嗨，狗。马盖豆。干嘛？毛豆。没。红队，换你。红队。豌豆。答错嘞。好嘞。恭喜各位，好，下几题。下几题。放中间哈。抢空题目。背到后面，等一下，背到后面。好，你讲。水梨。好，答对。等一下，你跳出来。我看就知道这很明显水梨。好了，等下都水梨了。答错。等一下，手给我背到后面。下一题。好看下一题。手背到后面。这个游戏好难。看题目哦。哎呀。来，蓝腿。跟住係羊頭。没。鳳梨。没。係水果嗎？係水果。會粗嘅。榴蓮。答錯咧。好，下一題。好，看下下一題。來。下一題。泡。羊頭。沒啦。百香果。哎呦。答對了。下幾題？看下一題。蓝腿。幹嘛？我知道。雷夢。對，答錯了。好，來看一下下一題。那麼快按。給你的，這樣子。先的。紅腿。你先的。加油。 3、2、这是卤的吗？卤的。那个猪脚。蓝腿。不是哦，蓝腿。莫海。 這不是啦，應該會係木黃腿。做點磅跟梅嘅。雞腳。咩？做得棒嗎？該。梅。不能偷講哦。他們都用講。豬腳。咩？不是，你吃太好了。來。走在梅嗎？走在那裡面係冰水啊，變水啊，這種冰的是變的摸變。摸背。哦，摸變。多向上。對啊。好嫩。 这个18，好扎实，而且好甜哦。红腿。你先的。加油。3、2。这是卤的吗？卤的。那个猪腳。蓝腿。不是哦，蓝腿。莫海。這不是啦，應該會係木黃材啦。腿。做點磅跟梅嘅。雞腳。咩？做得棒嗎？該。梅。不能偷講哦。他們都用講。豬腳。咩？不是，你吃太好了。來。豆腐乳。對，答錯了。好，可以下一題。泡。個海鮮煮該什麼？那個幾個，這個應該是。人家吃啊。客家的。這要錢好少。不是，裡面有什麼紅白白的？白玉。咩？裡面不是有那狗面狗這冇有誒，給分誒。佛跳牆。不是，圓圓的，圓。2、1，紅隊。客家鹹湯圓。好，答對了。好，可以下一題。最後3題咯。好，要跟馬雞。等一下。我。誰按的？我按的。尬不贏。錯。擂茶。對，答對了。好，下一題。下一題。可以下題目哦。泡。風腿。這個是馬雞亞貝。 3、2、
菠菜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对，炒东西要最香的那个，很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什么？铁人餐。对，yes，好，欢迎最后一题哦，最后一题哦，哈基题，题目最后哦。一题喽，最后一题喽，破，不，先不要讲，我跟你讲，吃了内内会变大的，泡波器啊，错，内内会变大了，木瓜子。答对了。好，不过妹，我们还有机会，破，2加10，停，不要他们的值，所以答案是3，他们讲的值，不要那个值，所以是什么值？1，人不知美啊。双腿。对，答对了。哦，他还讲非常的好搞啦，因为风吹真厉害，风吹让嘞。一滚一滚，你都能压还暖身，大家身体都热了吧？哦，超热，擦汗。啊，今日就看一下，你小戴师傅带来嘛个好料，我来老太请啊分享喽。主厨素卤菜。今日小戴师傅呢带来一个4个料理之前，我先来提倡4位美女哦。刚刚比赛懂紧张，对不对？现在也很紧张，因为大家有随堂考，要认真听，有问题要发问哦，好吗？好。侧面还嘛该？豆豆石斑，豆，来风调酒。哦，网条酱，啊，这边主菜是龙胆石斑鱼，很贵。哇，你冻球摸落去，臭米条的，跟起红，臭鸡蛋条啊，哇，偏又条的啦。哦，还有节瓜，还有那些葱姜蒜，见到俩，先切一。哇，石斑的肉很 Q， 很扎实。他在切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，而且很贵。不过我看你切的凤蟹又都冇强壮诶，逃不过。你还加手。哦。对。啊，你第一下个用哦，安尼切过之后拿到脆。哦，新鲜的鱼拿到脆最好食的。对，它气那是降低梅头。哦。安尼好咧，差不多咧，1点点沾。哦。稍微让它抓腌一下。你看宝文姐看得多认真。对啊。天从应该就是他煮料理的资历最。他不知道来料理节目是要玩游戏，他以为在做料理。你刚才想说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已经想要走到那边去了。是我应该会煮啊。你会煮对不对？我有，我昨天。接力。前2天他就有煮，而且他还自己吊的。好，哎呀。稍微抓一下哈。但是不用太脆。真久哎！呀，下细的差不多6分钟熟嘞。哦，哎，这不已经有现切狗板了。对。好，然后节瓜切对。哎，宝荣阿姐，你要不卡水接上无切个还嘛个啊？去很龙蛋。你是怎么样料理的？啊？你怎么料理？我因为我家小孙子多，我煮的时候我煮整条嘞。哇，我那一天买一条差不多快500。差不多呀。当下孙呢？对，素鹅好选嘛，跟你是会煮饭给选哈。对呀。我洋葱的部分切细，等下海大概风调酱海炒。哦，哎，你就加风调酱了，是不是加嘛个调酒啊？是不是？又咸嘞。主要是用黄豆酱去调它那个海鲜那个甜味。哦。有点咸甜的安尼。用吗？去腥。等下我们切丝。等下还吃下天条都松杯吗？对。啊，怎么搞不用节瓜？节瓜铺底。会通过也还煎过吗？节瓜等下煎一下。哦，节瓜渐冻好学咯。因为想石斑鱼 Q 的口感，然后一点脆口的口感。哦。节瓜烤奶油也很好吃。超。冻厉害哦。但你煮全冇强龙哦。哇，那我真的很好奇，都带不出马个题目哎，跟这有相关吗？到底是跟鱼有关，还是跟豆有关？还是斑？跟菜有可能。哎，刚刚有一题超难的，像是给那个绿色的皮，结果打完黑雷梦。
做得焖吗？做得这个里面是冰水啊，变水啊，变水啊，这种冰的是变的，没变。摸变。哦，没变。多向上。对啊。多向上几度？差不多20度啦。你在哪土的水啊？吼。啊，做嘛个浸下水滴哦，冲死啊！这装饰不还这样？叫焖物嘅，好按物嘅。对。油下去。煎节瓜。节瓜油会豆豆也系。唔是用豆。因为我看外面有人蛋肠用个喷的油啊，它是用喷的，然后直接就进那个洛梨油啊嘛该。直接进那个气炸锅。好，来蒸节瓜来喽！哎呦，题目係偷那個節瓜，要注意個地方，嘛個係錯誤該 A 瓜身粗細一致 ，B 瓜體較長 ，C 地頭呢乾燥，然後不會枯黑。好，现剪豆小豆腐最猛的，来，那就越记嘛。来喽，来剪豆沙豆腐，剪豆沙豆腐。哦，旭玲姐，我先马该唔错 B。好，风水上的是挂题下不一定要长的，对不对？短口那边还好选，但是蓝队 A 到 C 选哪一家 A B。不 B 就选 B 他已经先走了。对啊 ，B 就先走了，你就选 A 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咱出的答案係 A， 正確嘅答案係好，答案係 B。瓜體較長。好，因為大概節瓜呢一個果實啊，都得有1公尺按重。哦喲。所以呢。越太早嘅節瓜呢，它的纖維會越粗，口感就沒有按厚嘞哈。所以建議大概節瓜呢，我選的時候呢，做得有15公分到20公分按重嘅，口感呢比較鮮嫩爽口。哦，節瓜挑下來用一點點染下去。好 juicy 哦。係啊，一下是會變色咯吼。節瓜唔是煎到通熟，其他也不同樣，冇個脆口。要薄一點的切切。啊，師傅，你家切的區間要注意嘅泡土嗎？對，喺呢一邊沖咗下。頭炒啊，跟人嘅黃頭醬咧。然後沖咗瓊下炒。哦，咁嗰年到嘅唔係蛋糕哦。對，放落上下。唔會跳鹹嗎？不會。我們寶龍姐說這個我會做。對。小 case 哦，自家會做蒙頭醬嗎？香港冇食該種東西，醃製品，佢講佢唔食就等於沒做。你一張最好食咧。加水。你差不多咧嗬，看一下。哇！哦，那個魚湯，痛水，那個魚湯，哦，溜蛋哦，你滴魚精哎。加一點下去。要脆啲就加米酒咯。係啊。很讚呢。哇，其實我覺得你這樣上菜就好了。你煮個湯油啊，用到燒咗，變種表面結凍，膠質。那麼像各位姐姐一樣，看皮膚全部這麼多膠原蛋白。家下嘅醬會天然都有偏離不足嗎？唔是。你們跟蒙特醬它有一些豆子，有蛋白質吧？好，你差不多放水分來。哇，靈魂啊！哇，這個真的食指大動啊！對啊，如果要追女朋友，你這樣怎麼可能追不到小戴師傅？因為沒有做給他吃。沒有做這，有這個他了。對啊，哎呦，那個你會感覺個藍布子比那種味道比較好嘛？還有，你想我變化一下啦？很健康呀。他很堅持要用藍布子。不，沒有啊，就產業。換一下，換一下。還要料理跟馬賽龍啊。稍微用熱油把那個蔥薑蒜煸一下，哦，才會長得香啊。哦，這道菜簡單，但是稍微也比較多程序一起來哈。其實款意啦，因為主要用表上皮，口內沒做的，差一點點的。對，可是因為買魚嘅剛剛顯像師傅老人家伺候了。主要係因為佢鵝動氣，所以它的後面工序必須走在上台。對對，好讚，豆豆石斑哦。哎。哇，冻酱呢？可以放在那个法式料理有没有？那个大盘子底度就不用要一堆就厚哎。这个前菜先卖1200。走得了。可以，好赞哦。好。豆豆石斑。按鈕就後生咯。
你自由到底马沙坡的，改头用搞到用油，伊无用冻枪。金毛带很激动。哦，金毛带食呢啊！你小心头走鱼跟西葱，先过来先过去了，先到两地咧。选老公都没选那么久哈。我们爬山都煮10几道菜。你几道三英雄阿姨啊？哦，好几个。山中嘞吧，来爬山吧。耶！小戴师傅带了一个豆豆石斑，你有没带嘞？你有没带？你喊当当互动，你准备安排的呢？哇，真的！唯一要求就是一口吃。不行。因为我有在靠颜值。好，来，刚才偷呛我。来，平胸一下。那是。好嫩，这个石斑好扎实，而且好甜哦。这很好吃哦。香港街行吼，这一次又讲诶，怎么敢配用蓝胡子？我觉得用那个蒙头酱有一种卡盖的味，客家味道安是错。对，我成日唔食的，个蒙头上紧唔食。给我们吃，你看我们去吃。你最好学的就是蒙头酱。我一生。哎呀，红队姐姐吃没有？好吃哦，好鲜哦，好嫩。姊妹做在都分享一下蒙头酱，还可以有做什么变化吗？在素食料理。其实蒙头酱佢有甘东后生，你还记搞会老那个什么美乃滋啊，你给我做成沙拉嘛，做的，做成一些像烧烤啊，像节瓜煎一煎，挤一点那美乃滋就嘛东后生。哦，好，我解下吼，千百度的选择，老大家共谱一下，风吹得到系凉粉，咱嘴等下还会加油一下了。没错，马上就来进行最关谜一馆嘅挑战。家家出好菜，两嘴就等只听嘅题目，第喊听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點上做咯。最關鍵一關，家家出好菜，看下今日睇車帶來乜嘅秘密武器咯。先我睇下馮翠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咧？秘密武器是豆腐雞。豆腐雞。乜人做嘅？兩兄係一家做嘅。哦，自家做嘅做幾多年呢？做當多年。當多年咧哦，一天有干。哎，會回甘。一天有進種啦，哈。一天有進種。一天有進種。我問一下，剛剛講到嗬，我用下嘅豆腐雞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山羊菜。因為出菜呢，睇起來當有福氣哦，看到也有菜色，看起來是有蝦子，對不對？當澎湃。好，最關鍵一關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我看一下咱嘴8點了出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咯？風蟲頭、凍胡鬚、凍香我全部人炸，從面炸。哇，昨天才弄的哦。凍氣凍喉舌的哈。但是風蟲頭做在做凍都有料理啊，最尾一罐的哦，兩下幼樹涼粉的，最尾一罐帶來只凍厲害的菜名按怎麼解？凍粉炒海參。最後一關咯，這條拿出來進行咯，哈干面進行拿出來好嗎？好，最尾一關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先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準備開始咯！這沒刀子怎麼切啊？後面。妹。要不？好真性情哦，姐姐。韓國啲咩遊戲嘅細節哦，玩得你死我活，結果私底下在互相抱抱。對，我有看到。怎麼看？這邊不會看，我們先去教。哦，這邊可以這樣。哦，阿姐，記得有平胸西子按用凍火搞哦。我們都好朋友，也住鄰居。啊，喺連山哦。咩講？你都有帶台北？我妹妹都住台北，我們都住板橋。哦，東區哦，要帶新北市政府。新北路。哦，那離我們家很近哦。東區。白體人家不卡聊。好啊，還有紅豆餅。歡迎我們，歡迎。紅豆餅。沒有，現在沒有做了。今日會做係。山羊太太。你都有蝦公用嘛？按台渣個。嘿。要跟大炒蝦吧。哦，這是台炸的啦。這個糯米是剛才我看到那個縮圖嗎？真的會生氣哦。對啊，而且剛才幾乎都有出來耶，像糯米啊、豆腐雞啊，都在這裡啊。哦，對啊，剛剛豆腐雞有出來。會藏在細節裡。對。
哎呦，冻用还皮豆嘞。有吗？有吗？该他讲的没错。小心太老哦。对。直接捞起来。玉玲姐，你之前还都奈州公务员啊？哦，我都该要改借保险。哦。都台北啦。嘿，等下退休嘞。退啦，我退8年了。好，半年还半年。8年了。可是你可以忙满55岁是退的。都很疯。怎么这么好？对啊。那你离退休没有差几年呢？我退而不休呢，我要动好暑期呢。你想休啊？不休啊，我可以走来走去啊。你每天走来走去，然后肚后走到发喜，然后就直接来陆家之主。怎么有？我要成功。因为很近啊，信义区离这里超近。变皮了解哈。等下过来哦。哦，阿姐。哦。哇！碰牌。对呀，这个是要哈嘎炒牛呀。有没有炒米粉？没有，等下炒冻粉啊。冻粉。哎。等下有用灶的哈。等下猪油到底马沙破的，改到用油，伊无用冻呛的。金毛带激动。哦，金毛带假面啊！这是我们这边传过去的，对不对？鸡公金毛带呀。那你怎么那么大方啦？莫假鸡啊！鸡塔啦，这个鸡塔后面有个新米粉啊，是保养出来的。很凶哦。宝荣姐连砧板的正面都让给人。没有，刚好那个鲜味好重。哦，鸡肉粉，海参係海參，牛係牛。好贴心哦。姐姐，你真的好棒哎！宝荣姐真的努力。你这个再给我一点那个砂糖。哦，砂糖我做嘛？我等一下，这个是配色的，砂糖不能掉。厉害哦！其实宝荣姐给真的都会祖传，她已经煮了好几十年了。她真的不知道上节目要玩游戏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等下3层牛轧头，那个给我酱油，酱油，我怕酱油太咸。好大。月季姐，你还本上还做嘛该方面呢？哦，上班。上色而已。我上班呢。抓一抓味道就出来了。对。炒进去的时候，炒起来就很漂亮。她几岁交男朋友你都知道呢？好，她交男朋友怕我知道，偷偷的交，然后就结婚了。我孩子生出来，孩子生出来才结婚。哎呦，好先进，你好开放。亲你呢？好姐妹真的才能这样呢。这样弄起来颜色比较漂亮。对，它顺利的转移。这是我本身的秀哎。哈，文献的秀哎，他们选的这个上天妞啊，肚头，它的油花肚头，会有一种沾的。我上天妞我没有用鲜的。心头走去个时冲，先过来先过去了，先到两倍的。选老公都没选那么久哈。没有。好，哎，你等下锅都做哪好吗？好，要变冻圣起啊。哈。哦呦，进度很快哦。哇，那个是炸豆包对不对？对，对。这这盘牛肉一炒，长美现炒牛嘞，一起炒。炸豆皮是有先浸过水嘛？哈，有泡会泡啊。听说我们有跟对方借的猪油，哎对，还有葱。我本来要那个油，他说他有猪油给我要给我炒，哎。那煎蛋，你走在表了，比较软爬。这样就比较不香了。哇，那个。没关系，我们有加给他的个秘密武器个没问题啦。对，因为我加了给他的猪油。还不对。猪油唔散豆哈。哦靠，阿姐这个手势，前面已经扣一个点嘞。哦。哎呦，想要做的係。太暖係某個作用。就是给它爆香，给它那个哦，爆香，暖不就香啦？对对，吃到总是会揉一些培根呢。这道菜还蛮你发明的。你扒散哈，又煮嘛哈，又煮其实煮了菜嘛。哦，因為從滷秧啦。係啦，你咩嚟嘅滷秧？呢個扒散，肇興扒散，中午其實會煮台下洗，台下洗。等一下会不会太多啊？不会，觉得菇菇有点多。你看他吃块特不盐米头有拉嘛，毕竟你还主角，对不对？这个，而且你要揉碎嘛。有没有那个刀子？那个什么？水果刀吗？不是，要加水。哦，还是要加水？要加面水度料。加水。水度料。加几多？好。啊，你都有扒散哦，是暗河哦。对呀，这是冻河。
我们爬山都煮10几道菜。你几道山英雄阿姨啊？哦，好几太繁重了吧？没爬山吧？爬山，你们是要登山社，我们其实选东西不是很麻烦，你们平地吃一吃就好啦。社长在那里，我们都有煮。这是谁的老公？马上老公就来，那老公，你老公哦。你看这个登山鞋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比领队，继续可以领队。你们煮完是要去爬哪一座？等一下要，他们每个礼拜他们下个月要去爬日本富士山，啊，都是我先生主办的，感情好好哦，很健康。哎，他们都是我们的会员，山友啦，用他一天啥？他们是会员。你看啊，其实两公婆退休以后，还有研发彼此共同的兴趣，没动琼瑶。你妈妈也是。对啊，哎，基本上是我妈逼我爸学，他喜欢。哎，胡椒，你下去要放。哎，哎呦，差不多，等一下，呛水，你这个是玻璃菜呀？不是白菜，再放一点。菜，一下就放。这道菜啊，做工啊，冇食过哎。那吃看看，还不错，很厉害。没看过。没看过。主要就是它的灵魂、秘密武器以及听我体检出来。看到呀？等一下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沟通出来哈。好。2片台式火锅不会？哎呦，这个米头，这个完全不是 sale 啊，还有。我们好好看包装啊，在表战里头嘞。王姐，我看登山社应该还你附近都长出吧？一定啊，其他人哪敢在宝龙姐面前关公耍大刀？越级啊！跑日本去的士兵长都去过了。嘿啊！给他啃出切来，好，盐水切来。月姐，你是被家庭主妇没？宝龙姐啊，你那本家庭主妇耽误的大厨呢？你看切菜，哎呦！而且还左撇子。对，他左右都开工，对不对？不过月季姐懂对你一下，你那个胡椒粉给我一点。对，月季姐你没吃散哦。哦，脚痛你还不敢嘞。係啦，腳風都唔得，年輕時啊，都唔得，係啦。登山隊的，我老公是登山的選手嘞。哦，那基基妹要來嗎？要啊。老公在哪裡？哇，老公站隊都沒，都在後面。老公，我在秀天來哈。真的是好朋友，秘密武器全部都交在那邊了。我們怎麼用老客戶跟人家分享？一下，冇啊。因為用完了。我這個油要哇，精華。那是奶油。不是，什麼客家人的奶油。年輕時啊，登山隊的，我老公是登山的選手嘞。哦，那基基妹要來嗎？要啊。老公在哪裡？哇，老公站隊都沒，都在後面。老公，我在秀天來哈。準備感情很好。對啊，他們都夫唱婦隨啦。他陪我們來。夫唱婦隨哦。好了，我這個再關掉。這個剛剛裝什麼的？整個炒唔爬啦。啊，裝個炒唔爬啦。整個炒唔爬。冇啊，我每當用啊炒，我凍粉炒好，我凍粉嚟用高湯，多水凍。等一下，給我時間了。那個關掉了。這個給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去看，你看你的。哇！哎，這樣明顯嘞，這對有下重本哦。對，這厲害。也沒有多少錢啦。看得出來。我那個蝦子不用100塊。你說一隻啊？全部。來，我凍粉呢？凍粉。那是緊張，我們勝券在握。哎。其實人家的真嘅很明顯比我們紅隊會煮。對。很準備高湯，很用心哦。對呀。對呀。你要大中小火。好，這樣可以小一點。那這是最小火。小一點，嘿，我這個油要。哇，精華。那是奶油。不是。什麼奶油？客家人的奶油。客家奶油。你定名就最好是豬油嗎？好。沒啊，蓋我不知道。那醬油給我一點好不好？要顏色漂亮。要像你一樣漂亮哈。不是，我那麼老了，有什麼漂亮？你們兩個都漂亮。下次我帶我孫女來給你看，更漂亮。幾多歲？26。走的，要結婚嗎？哦，忙。有男朋友嗎？好，沒有。板橋人對不對？沒有，碩士剛畢業。板橋人對不對？他現在還要考博士，還忙得是啊。看人家要不要？哦，等下留個賴啊哈。你還要繼續留在這邊嗎？我們要不要先過去？我覺得都沒有在講料理啊。
拜拜。啊，这是用讲料理就系重点啦。哦，你下又碰牌哦。这风吹厉害耶！加你们的秘密。都是我们的秘密。那个最好。哎，可是讲真的呢，去登山是要一包，第一又不会胖，对。第二又会饱，蛮个营养都有诶。我话叫上煮冻豆，煮大锅面，还有风头煮风头，还有煮面，煮很多东西。冻豆现在，冻豆哦，煮冻豆哦。所以不可以翕一下啦。其实我也到毕业差不多哎。说真的，要是有试吃米头的吗？他们就行，就行了。好吗？有在就吃。有吃的吗 ？OK 吗？旭玲姐，你有吃味道的吗？没有，因为它的料理准则，刚刚一可是就在脚本里讲，尽量不要严格。好了，旭玲姐是贵妇呢。我不会煮，我们不会煮。对啊。她不用煮，我看到偷妈哎，都是她先。配上一老公煮。老公给你没有来。老公有来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今忙退休啦。哦。忙退休。那现在就是你的 me time 时间呢。她老公还有自己的公司。me time。没有自己的时间送饭菜，而且他先生在海关呢。哇！公务员了没有吗？公务员。腌也系汤。腌。哇，冻碰牌哦，这边也是海陆大餐呐。我们这边没问题的，胜券在握，刚刚已经2分呢。因为基本上我们的秘密也在这一颗。我不要。你们讨论一下。哇！拜托你试试看。做对不？那是我们新产品，新产品，新产品都跳浪嘛，改新产品。没有，有拿胡椒粉吗？但是敷掉粉又尬吗？哦，有，不要放太多。敷掉粉又尬，但是哈贡热天冇尬。忙得死啊！你还总盘呐？总盘呐黑啊！哦，那你们这样就画好了吗？是黑啊。豆腐要给剪吗？哎，这边有剪刀。我们真性情嘛。对，可以了，应该。后位啦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倒数哦哈。现场马上来倒3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这个色看呐，最杯米一关，那部开米是卡真的喽。亮主色彩懂厉害，而且呢，刚刚都说料理的时候发现到。真的是好朋友，秘密武器全部都交换了。都在那边了。我们怎么没有老特故意跟人家分享一下？因为用完了。好了，现在是款太多秘密的这一道。来吃吃看那风吹好吗？这个虾，很 juicy 耶。不可有吃到我们特故意的米头吧？有了。姐姐自己觉得这是第一次吃吗？对啊，很好吃啊，重口型，重口型，它够没动台动气，你看它是香香呢，好吃，哪有吃？来，完全烂脆，保证到越季啊这强下做的两头出来。他们那个3天牛节挺好吃，3天牛，3天牛是哪种？这个冻粉，每天都点睛哦，冻粉，俊姐重用版。冻好吃啊！你还有别的形容词吗？没有带奶油，没有啦，带奶油的煎更好吃。带奶油啦，然后忘记了。一路剪之后嘞，好吃。很好吃。按之后慢，你也看后生。从容后续都一样很好吃，都一样。他感觉真给有摇哎，因为他的。应该取得公料冻粉做得让我停一下，因为真的好吃。韩国这下的馅谱衔接嘞，该下吼风吹得到系凉粉，冷水虽然冇得到粉数，不过甘有机会做的逆转胜的，叫你看哦。紧张了到底呀，CV 好朋友，今日的成绩到底很勇版，子枫上好些嘛？好，风吹抢部分数。哎呦！5分加上2分就係7分，恭喜！好，然後來看一下冷水得到幾多分？啊？為什麼？分數還高呢？我啲啊！但是因為我渠道講啲個創挑到豬油真嘅厲害呢。對啊。因為佢嘅味道下豐富，不過依家嘅秘密武器嘅味道有一點點較淡掉。哦，是地道啦，冇有得，因為東西仲多咧。
啊，两片呢，跟我个冻粉做的加稀一下，分一下。收汁吗？收，嘿，是该梅头下9点，啊，冻粉无下9点。看看一下阿菊师傅。哦，用这个料理呢，冻清爽啊，冻好食啊。红腿料片呢，伊有老了个香味就堆叠出来，啊，不过有一点呢，较大众的地方，迄应该香菇啊，就种就通过嘛。适度用煎个方式要较香，有个香菇跟梅头会出来，啊用较要较好食。啊，蓝腿料片呢，哦，堆叠个味道都很明显，啊，不过你做得捞一下那个有煎个中卷嘛，还有捞煎那个虾公，一个油啊，做得把它拌进去，对，一个香味就会它有个海鲜跟梅头嘞。对啦，感谢。好，行。两这个成绩都已经出来，唔过呢，真件都不惜成本来表现料理，真件都表现到倒好。马上来列出来颁奖喽！哇，谢谢大家掌声。4个好姊妹嘅，看平常就抢下来去散嘅，杭州的抢下来比赛，真係係10分好嘅比喻。兩下成績已經出來，馮翠得到7分，藍翠呢得到嘅係4分。先來恭喜馮翠提名得到3000元咧，加菜金。这个爬山的时候可以加菜了吧？哦，可以。他们也有机会吃到哈。係咯，其實嘅時陣唔但搶咗啲加菜，慳咗啲肉。藍翠得到嘅禮物咧，強下組，我們得到的禮物叫做月牙龍鱗雙刀組，還有熱天嘅時節最好用嘅就係3段制冷掛脖涼風扇。恭喜！呢啲啲傘都得用誒。你看，你多幾好看哦，像龍膽石般強壯。來，哎呦，熊懶難哦。先來談一下，一路姐呢，老太家分享一下你要參加嘅心得。是問伊倆一家之主。本來倆機會哈，按跟老一些朋友哈來了當歡喜。不要再當臉了，拜託。辛苦大家了哈，謝謝。好了，恭喜。好，謝謝。好，讓旭玲姐老太家分享一下。當歡喜來參加倆隻一家之主。新舞台噶啊，恭喜啊！好，來看一下藍翠，我知道講係20地百度，我覺得最樂觀，然後看到你最開心的，我們月季阿姐。沒錯，有啦，真的。我首先要感謝我的好朋友，恭好怡如小姐，還有怡如的妹妹旭玲，阿妹講出去講係朋友，唔係，你睇是確實係朋友咧，真係應該是係朋友咧，嗬，啊，比賽有一家之主哈，什麼台車噶？今日台車噶了兩個當放去當好啊，什麼台車噶？看到你真係真經歡喜，謝。眼鏡，韓國嘅榴蓮款嘅凍夾，那個厲害。寶榮阿姐來，吃很多了呀，我80歲咧，啊上得天的高啊，慢慢一生起來。係啊，因為你韓國嘅鞋面比凍豆客家媽媽凍豆咧，有去過凍豆外國啦，還辦過很多展覽。不過上天時咪係真假，重要嘅人生回憶。對，像那個，好啦，那個愛咧狗狗啊，同台可以窮下咧狗狗啊，驚嘛。係咯，怕什麼呢？人生就是要來體驗的，係冇？係啊。你看，寶榮阿姐今日有嘅真性情呢，本大家感受到非常的快樂。開心噶！什麼 CV 啊嘅講什麼嘢呢？禮拜哦，做在鄉下來都係你一家之主，分享咩看到人家有嘅好感情。可能哦，冇講詳細，一切話來就來嘅。人生能夠有幾多善用暗好嘅好朋友，甚至於感情要比親姊妹行較好，真件都很遠呵。你是讓人嘅友情啊，人生真的不可多得，所以跟大家分享哦，我有正價朋友之間嘅情感就係來參加一家之主哦。冇錯，不過你喺度比賽嘅比賽場，一出嚟陰陽拍都係好朋友。佢哋陰過後呢，感情行較好哦，因為呢做得得獎金又得獎品，過嚟搶下來去辦 party。冇錯。新聞睇住㗎，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來了。